我第五組嘅陳建文，我以前呢就成日拜佛嘅，同埋呢就未聽過耶穌。我因為呢我有兩個弟弟呢，就兩個都患咗鼻咽癌，為咗支撐佢哋嘅生活呢，我就好勞碌。好在呢，好多老闆呢都好喜歡我。我一人呢兼3幾份工嘅，咁呢就養幾個人，同埋呢我以前嘅性情係好急嘅做嘢，但我唔理人唔多，自己做自己嘅嘢，做好自己嘅。我工作壓力都好大，成日瞓唔着嗰種。我2年前呢跟我個阿嫂香姐帶我嚟教會，當時我兩個弟弟已經患咗鼻咽癌啦，我心情好差。阿香姐帶我嚟加勒牧區，我認識咗耶穌，學習祈禱，將擔心嘅憂慮咧講晒俾耶穌聽。後來我兩個細佬都係要離開我，但我心裏咧聽咗耶穌之後咧就好平安。我決定咧就跟住耶穌，我每個星期我都禮拜同埋禮拜二我多數都要翻嚟嘅。我喜歡聽啲牧師講道。最近咧我有啲街坊啦，我比我以前開心咗、肥咗，我感謝主。啲仔女都知道咧，我翻教會都好贊成我、鼓勵我繼續同啲姊妹學習傳福音，多謝耶穌救我、愛我，感謝主耶穌基督，阿門。記得訂閱千物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